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指紋指數報告嘅個案。呢位咧係一個企業嘅老闆，佢嘅 case 咧我印象好深刻嘅。喺10隻手指裏邊咧，唔少指頭嘅屬性咧都係水喎，而思考區嘅指數咧比起市場嘅平均數值咧係低好多嘅喎。但係呢一位咧係6間公司嘅老闆，生意仲做得好好好大添喎。咁我就好好奇問下佢點樣做得到嘅咧？佢就答啦。因為我鍾意幫人咯，幫人就要用多啲方法咯，所以我學好多課程，學好多嘢㗎 ，EMBA 啊，中國哲學嘅文化嘅課程啊，或者睇書啊，我都睇好多同學好多㗎。我會學好多唔同嘅方法學，令到咧我識得點樣幫啲客人啊、同事啊拆解難題咯。嗱，呢位老闆咧就完全發揮到水嘅屬性啦，因為咧佢用自己屬性嘅優勢嚟彌補咧佢嘅弱項喎。因為水咧其中一個特性咧就係模仿性成長，所以咧佢哋學嘢都會比一般人快，學得好嘅喎。雖然咧佢嘅思考區指數咧確實係比較弱，但係咧佢好叻，識得用自己屬性嘅優勢咧嚟提升自己，彌補弱項，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好喎。而且咧，水屬性嘅人咧，通常都有人情味、好感性嘅喎。優化咗就叫做人情味啫，未優化咧就係太過感情用事。咁呢位老闆咁厲害，就繼續追問佢啦。你一個咁有感情嘅人，咁點樣去管理咁多間公司咧？嗱，佢嘅答案咧都好值得大家參考同學習嘅。佢就話啦，因為我份人就係鍾意幫人，所以咧我一定要理性，因為理性先可以幫到更加多嘅人。呢一個咧就係優化屬性之道啦，用理性嚟輔助感性，達到最好嘅結果。所以咧，如果大家見到一啲同你溝通嘅相處好似好理性、好剛強嘅人咧，其實唔代表佢嘅指紋係冇水嘅喎，因為咧水係模仿性成長、學習中成長㗎，所以咧佢後天咧絕對咧係可以模仿或者演變另一種特性嘅喎。但係坦白講，真正推使去做任何嘅行為咧，都係水，都係感情行先，以人為本行先嘅。呢度提提大家啦，無論你係老闆、打工仔或者家長，指紋屬性咧，如果你比較多偏向某一種咧，冇話好定唔好㗎，重點係在於咧你點樣善用佢，點樣發揮佢嘅優勢。了解自己指紋嘅屬性同埋指數咧，係好有助於個人嘅最佳工作方式、伴侶感情嘅相處模式嘅喎。尤其係帶小朋友嘅時候咧，你掌握到佢指紋嘅特性，就可以更加因材施教，令到孩子咧發揮佢嘅天賦，走出屬於自己成功路㗎。如果你係冇小朋友甚至單身嘅，你工作上咧更加清楚咧自己做嘢嘅方式嘅優勢同埋客戶嘅方向喎。今日咧就分享到呢度，希望為大家帶來一啲啟發同埋價值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見。